留言究竟真定假？蔡醫生話你先知。嗨，大家好今次又會答第二個問題。第二個問題就係有啲人去問種牙之後係咪唔可以刷牙？或者種牙之後唔需要刷牙？你可能認為咧，種牙之後有兩種情況，一種係永久性種咗牙齒將假牙裝上去，另外一種咧就係種咗牙之後當日或者1個星期或者係3個月左右未鑲牙齒之後呢種情況。咁通常咧，我就將兩個問題分開嚟講。第一你種牙，今日種咗牙齒，醫生咧就會吩咐你同你醫囑咧同你講，今日唔好刷牙，即係24小時之內唔好刷牙，唔好鎖口。呢個點解咧？因為咧佢呢個24小時之內咧，有可能你刷牙會機械性損傷咗你口腔黏膜。咁跟住咧傷口未愈合嘅時候咧，你又刷牙，咁會可能拉扯同埋牽扯到，甚至乎會擦到你嘅傷口，會繼續流血。所以咧，通常種牙24小時之內係唔可以刷牙嘅，醫生都會同你講翻呢個注意事項嘅。好啦，今次咧種完之後24小時咧，我哋係建議你一定要口腔衞生要保持好，就算係未拆線，你都要刷牙。呢個時候咧就唔使驚你會出血，因為你要保持你口腔入邊嘅衞生，你先會令到嘴入邊嘅傷口唔會有出現有炎症嘅。咁跟住咧3個月左右，即係我哋拆完線之後，要更加對，特別係1期2期做完手術啲朋友咧，上面係有細粒釘係露出嚟噶嘛，我哋更加要小心，係將刷牙時候要將嗰個地方刷乾淨，會令到嗰個上邊更加清潔，種牙傷口又好乾淨。好啦，跟住我又同你講翻第二個，即係種完牙之後、鑲完牙之後係可唔可以刷牙？呢個絕對要刷牙。而且咧刷牙咧係要針對牙肉同埋牙齒假牙之間駁口嘅地方，嗰個地方通常係要收回牙肉啲萎縮，跟住假牙地方同牙肉地方係有啲空隙嘅位，或者係嗰地方接口咧有啲凹落去，更加容易令到食物殘渣同埋細菌滋生。所以嗰個地方要通過牙沖同埋牙縫刷同埋嗰個牙線仔細清潔，更加需要清潔嘅。所以咧，呢個朋友就係問翻可唔可以刷牙咧？得唔得刷牙？或者係需唔需要刷牙？呢兩個問題咧，我就通過一個就種牙之前，一個就鑲牙之後，都回答大家，其實都係需要仔細刷牙嘅。